招財水龍係幫你招財啦，可以幫你招正財、偏財，幫你升運，增加你嘅運勢。其餘嘅一啲可能擋險啊，各樣嘢都會有。Hello，又係我啦。嗱，見到嘅利是封咧，就知道只要你請咗以下落嚟呢一個牌咧，就會獲得一封波爺賺咗符嘅利是啊！希望新一年咧，你係呢一個馬上有錢、馬上發財、馬到功成啊！今日我哋要講嘅同錢亦都有關啊！以下落嚟講咧，就係講呢一個，呢個係什麼東東咧？龍坡趁奶有兩個出名嘅法門啊，一個就係無頭虎，一個咧就係水龍。而呢個咧就係招財水龍啊！要講呢個招財水龍咧，就不得不講係其實佢已經去到咧第二期㗎啦，因為第一期嘅招財水龍咧口碑實在太好啦。喺當年啊2562年嘅時候咧，阿公龍坡趁奶佢就督做咗第一期嘅招財水龍，因為有好好嘅口碑啊、回饋啊，各樣嘢成好受歡迎啊，所以咧去到2564年嘅時候咧，就再次督做二期嘅招財水龍。你會睇到啊，一期同二期有啲分別嘅。二期你會望到咧係一個七頭水龍嘅狀態啦，一個形態啦。跟住咧後邊會係一個龍咬龍，顧名思義，招財水龍係幫你招財啦，可以幫你招正財、偏財，幫你升運，增加你嘅運勢。其餘嘅一啲可能擋險啊，各樣嘢都會有。龍咬龍亦都寓意住就係生生不息循環啊，即係不斷循環有錢啊，啲錢用咗亦都會翻嚟啊。呢一個咧係十分好口碑啊，即係雖然係做完一期口碑好，做二期咁，但係二期亦都口碑好咧，先至有後嚟嘅第三期啊。咁每年嘅大概係喺新春之後咧，佢哋會有一個類似係水龍誕咁樣整，咁佢哋就會做水龍嘅升運。水龍牌咧暫時就出咗3期，之後都係出一啲好似係符管啊嗰類多。咁你話2564到而家咧，已經相距有5年時間㗎。今日要介紹咧就係呢一尊5年前開光嘅一個招財水龍啊。個人嚟講咧，如果本身你自己有做開投資或者有玩開少少嘅，可以請翻一個提升你運氣財運，令到呢個得到還財機會率咧係更加高啊！嗱，現貨只有一尊喺香港，合眼緣嘅就私聊我啦。今日係咁先，拜拜。喂，有興趣就嗱嗱臨 inbox 我啦。